在地人在地情来讲，这个传统古早味的料理薄荷鸡，即卖真罕见。伫个云嘉南地区，曾经是客停车司机上爱食的料理之一。这个电视剧《华丽客停车行》剧中就出现着薄荷鸡的便当，引发着真侪网友来讨论。嘉义一间饭店，好客传统的好滋味一推出，就大受欢迎。用麻油姜母含蒜头来标一大斤的脱薄荷，灶脚内底随当闻到薄荷的清香。这次搭的那个华丽计程车的一个它的一个热播呢，回味到以前从小我们在乡下非常怀念一个家乡的一个味道。业者选用在地有机脱薄荷含2公斤以上的土鸡血，伫咧烘炉内底烘炒1点钟，金色鸡肉佮豆豆倒置落去调配薄荷酱，可能是愈食愈爽脆。我们又想要说让它就是说在顾客使用上比较更加美味，所以我们就加以改良，把它用成烤的。即马伫咧路口要食到薄荷鸡是真无简单，透过精彩戏剧，互家己乡亲有机会佮食到阿公阿嬤的古早味，互外地游客更加了解家己特别的家乡味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